哎呀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英姿挺拔，气宇不凡，真是好马。策马飞驰，正好让我一解心中的闷气。太子爷，此马乃进献给皇上的御马，不能骑啊！怎么不能骑？送给我皇阿玛的东西，连我这个太子也不能骑吗？没错，太子爷想要的，哪有不能拿的？奴才怕皇上会责怪。大胆！你可知道太子爷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？这得罪太子爷，就等于得罪皇上。说不定，皇阿玛早打算把这御马送给太子爷。大哥说的没错，皇阿玛怎么可能生我的气呢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是骑定了。这。皇上，请用茶。皇上，请恕若曦多言。18皇子得太医们悉心照料，必定会吉人天相。皇上也别太操劳了，好好保重，龙体要紧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太子闯祸了！擅骑御马，即对苏湾瓜尔佳王爷不敬，对其族人不敬。如不将你重罚，难以平息他们的怒气。皇上，我看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贪玩吧。贪玩？18个现在危在旦夕，你还有时间贪玩吗？不念手足之情，罪孽更重。这件事，本王就不再追究了，亦祝愿18皇子早日康复。王爷你不追究，但朕不能视若无睹。这一次，非要把太子你严惩不可。那让我进去！放开我！太子喝醉了。老四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们几个滚出去！这，老大，你是想害死我呀？那天就是由于你的怂恿，我才敢私自骑走御马，触怒了皇阿玛。你心存歪心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一直以来，你都死心不息，就是为了谋夺太子之位。太子，有种你承认！我哪敢谋夺太子之位？那是皇阿玛的旨意，谁敢夺下？虽然我确实比你更有资格当太子。你说什么？立嫡立长，你是皇后所生的嫡子，我是长子，你有资格，我都有。大哥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没有胡言乱语。要不是皇阿玛偏宠，他连任何一个阿哥都不如。论才能、智能、品格，你配做太子。大哥，他也比你更有资格。我是正宫嫡子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是把我废了，也轮不上你们。废你就是眼前的事儿。你，太子，别激动。索额图密谋不轨，被皇阿玛罢免，随时人头落地。你以为你可以明哲保身、置身事外吗？你真的只是挪用贡品、擅骑御马吗？你跟皇阿玛非死的不轨，你以为你可以瞒天过海？皇阿玛真的不知道吗？大哥，不能说，这是死罪啊！这是他的死罪。你们都一样，
都想我死，都想做太子。好，好，咱们走着瞧，走着瞧。看你嚣张到何时！四弟，随便坐吧。什么人？王啊，太子爷。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要见皇阿玛。太子爷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知道了。哎，嘘。谁？谁在外面？外面什么人？拿下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皇阿玛，太子，怎么是你？皇上，卑职已经阻拦过太子爷，只是太子爷……你在外面鬼鬼祟祟，想干什么？皇阿玛，您不是真的要跟儿臣断绝关系吧？李德全，皇上，皇阿玛，不要！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不能废了儿臣啊！皇阿玛，我是太子，我是大清朝的皇太子，你千万不能废我呀！住口！你给我住口！我是皇太子，是您亲自册封的皇太子，是您从小培养大的皇太子，您不能废我呀！出去！皇阿玛，我是您一手培养大的太子，是您亲手册立的太子，您不能说废了就废了我呀！抓出去！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不能废我呀！皇阿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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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大清未来的主子，皇阿玛，您不能废我呀！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！李德全，万岁爷，传令下去，朕的口谕，不准太子再接近朕的营帐。这。如果没错，康熙废太子的时日应该不远。